过去！你们还我女儿！老七婆，你给我好好待着！只要你女儿傍上我们国舅爷，国舅爷一发善心，就把你们接到我们府中享福了。还我女儿！还我女儿！我去你！你杀了他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女儿！女儿！哎呀！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敢杀人灭口！你找死！壮士饶命！壮士饶命啊！你等是何人？为何要杀了这位老婆？小的是国舅的手下，这位婆婆和她女儿头七路过此地，国舅爷看她生的标志，就让小的们前来抢人。那女儿呢？她可能已经被抢进国舅府了。助纣为虐的畜生！今天遇到小野武，算你们的走运。老婆婆，老婆婆，亚兰，老婆婆。掌柜的，哎，吃饭了。哎，好，娘子，马上就好了啊！哎，就快好了。就这点药水，值20两银子。哎呀，不瞒您说，这点药材啊，不用2两银子。掌柜的，哎，嫁给你这5、6年，还第一次听说你有这种专门破坏人名节的秘方。啊？是没是我，管用吗？娘子，我要没有这个真本事，我敢接国舅爷的活儿。哎呀，这个方子啊，试了好多次了，每一次啊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哦，对什么人都灵。就算是神仙服了这个，他也会打不稳裤腰带的。听说今天抓来这女子十分刚烈，宁死不从。哎呀，他们要是从了，咱们上哪儿赚银子去？哎，也是，与其让那些男人强行拨来当众糟蹋，还不如喝了这药酒，也图个脸上有光。是啊，这些被虐的女子啊，不是被奸杀，就是跳楼上吊，自寻短见。本郎中配这些个料，也算是救了他们，算是胜造7级佛图。走，去我们那边喝几杯，给兄弟们讲讲笑话。哎呀，我们的饭菜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明天热一下再吃吧。邓大哥跟众兄弟都等着你呢，别扫了大家的兴嘛。哦，那娘子，那你就一个人在家吃吧。哦，对了，娘子，一会儿国舅爷派人来取酒，是内壶，别搞错了啊。知道了。啊，走吧。别喝多了啊。哎。灶上还烧着水呢。
今天这药酒这么好喝呀，香喷喷还甜丝丝的，肯定是在里面又加了几味补药。我说妹子啊，你就听姐好一声劝呗。但凡到这里面来的，没有谁能全身而退。今天国舅爷算是怜香惜玉了，要是换了别的时候啊，早就霸王硬上弓了。干嘛呢你？哎呦，妹子啊，你也听姐一声劝。你说，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总该为你母亲想想吧。这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，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说她可怎么办呢？你们把我娘怎么样了？快点带我去见我娘！妹子，你放心，你娘好好的，只要你答应跟国舅爷成亲，他老人家就是国舅爷的岳母大人了，国舅爷绝不会亏待他的。休得多言，我绝不会答应的。不要嘴硬，现在搭起楼梯你不下，恐怕过一会儿就算想下都找不到楼梯了。我再说一遍，快点带我去见我娘！哎呦，国舅爷答应了，只要你答应他，马上叫你们娘俩相见。我要先见到我娘。那好，我再去向国舅爷禀报一声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呢，好妹子？国舅爷呀，是真心疼你，真心喜欢你的。别烦我了。国舅爷，您今天怎么这般的怜香惜玉？这事儿要是放到以往，早就让小的们剥光他的衣裳，按到床上，待国舅爷发落。总是那么野蛮，就会缺少一种味道。是吗？哦，对，这玩女人就得玩出百般味道。记住，本国舅从今日起不再对女人野蛮，我会斯斯文文、彬彬有礼、怜香惜玉、护花爱花。是，这是国舅爷，这好看的女人她都带尖带刺儿啊。本国舅已经找到了抹去尖刺的好办法。哦，国舅爷，他肯定是同意了。国舅爷，他说要先见到他娘再说。去抓他娘的那2个人呢？回老爷，奴才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快！哎呀，一桩好事都被你办得乱七八糟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抢女人就一定要把她的家眷抢回来。只要你把刀往她的家眷脖子上那么一架，再刚烈的女子立刻就会软成一滩烂泥。奴才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你这样的蠢材，死了狗都不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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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狗都不吃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本国舅已经找到了新的法宝。韩王在，你去郎中那儿把我的酒给我拿来。酒？什么酒？问这么多干什么？快去！是。哎，等一下，国舅爷，你让2个家丁把酒壶拿回来就行了。你再去查查那2个抓他老娘的人。这样标致的小娘子，必须要多玩几次。所以一定要把他的老娘给我抓回来。我要让他心甘情愿的陪我多玩几次。是，国舅爷。走了。跟我来。给我听着，一会儿把酒给国舅爷送回来时，国舅爷若问起那个女子的老娘和另外2个家丁，你们就说不知道。听见了没？听见了。谁要敢透露半点风声，小心脑袋。郎中，
管家，就你一人，郎中呢？那帮人叫他去喝酒了。国舅爷叫我来，去为他专门炮制的药酒。啊，已经泡好了，就在那边呢。就这壶没搞错吧？没搞错。快，给国舅爷送去。好，小心点，千万别摔了。您放心。很值钱的，要20两银子呢。好嘞。二管家，留下来喝杯酒再走吧。喝酒？有什么好酒？我这里的好酒，你在外面花银子都买不到。这是我家老爷精心秘制的，关键是还能补身子，比刚才给老爷拿的那壶酒还要好喝。你没骗我？骗你，是小狗。哎，站好。人家头晕了，就站不好了。你这要是让人看见，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！我家老爷被人叫去讲故事，不到下半夜他是不会回来的。你这是有心勾引我呀？谁让你是有才有貌、有情有义的小哥哥呢？小骚母狗，平日里装的比谁都正经，真还把二哥哥给蒙住了。二管家哥哥，站稳了，带我先去把门关上。老爷，这是你要的陈酿原壶。不错，香，这才是真正的女儿哦。你在这儿候着。是。没。随我一起去。哎，妹妹啊，国舅爷可是当朝一品庞太师的公子。国舅爷好。免礼免礼。小娘子。让你受委屈了，强盗，贼子，赶紧放了我！哎呀，小娘子，不要着急啊，都是那些下人干的啊，把你绑起来太粗鲁了，啊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小娘子。哎呀，听说小娘子是武林中人，7、8个须眉男子都近不得身，所以啊，这些下人就怕小娘子动起手来。打坏什么桌子椅子倒是不打紧，值不了几个钱。但是，要是把小娘子的这个小胳膊小腿儿磨出皮了，出了血了，那就不行了。就算小娘子不说什么，我也得骂死那些狗奴才。废话少说，我娘到底在哪儿？担心你母亲啊，吃饱了，喝足了，估计现在都已经睡了。那快点带我去见她。行，但是小娘子。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哼，若想让我顺从于你，就做梦吧。小娘子，你也太小看本国舅了啊！本国舅虽然不是什么绿林中人，但是对你们这些英雄豪杰也是非常推崇备至的啊。其实啊，本国舅在心里已经准备不再为难小娘子了，所以希望小娘子跟本国舅饮上3杯。只要这样。我保证，我给你们备足盘缠，恭送你们母女上路。哼，这等卑劣手段，也想骗本姑娘？小娘子不信啊，不信我先喝上3杯。哼，怀疑酒里有毒，小娘子，我要是想结果你的性命，只需要1刀，那就何必在这儿大费周折呢？就是担心有蒙汗药，是不是？这样吧，本国舅先
请喝上一半。啊，我喝完一半之后呢，剩下的小娘子就喝，你看怎么样啊？那我就喝喽。喝了，哎，来，下面就该小娘子喝了。哎呀，别倔了。抓刺客！抓刺客！抓刺客！我杀他！杀他！杀死他！说，接着说。还有，这男的刚一上床，就听床底下有稀稀疏疏的声音。就这种状况，他老婆说：“哎，怕成是猫。”挂了，有刺客！啊，有刺客！兄弟们，抄家伙，快！为什么有刺客？外面怎么这么大声音？哪有声音？好像有人叫喊。这里面鬼哭狼嚎，声音大着呢。抓刺客！抓刺客！抓刺客！国舅爷，刺客在哪儿？百花楼！百花楼！快去抓刺客！快！抓刺客！抓活了！本国就要亲手将他剜眼割舌，碎尸万段！快，跟上！把楼给我围住！谁放跑了刺客，我定不饶他！里面的刺客，你给我听着！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老老实实出来缴械投降！我等在国舅爷面前给你美言几句，饶你不死！娘子，开门！娘子，快点！娘子，起来！啊，来了！我在睡觉。快点，走到床底下去！啊，来了！哎呦，我先穿衣服啊！哎呦，快进去！你先别吵，先去开门吧。啊，来了！快开门！这磨磨蹭蹭的大半天，你在干嘛呢？我睡觉呢。睡觉？这么早就睡了？啊，我喝了点酒，不胜酒力，头有点晕，就上床睡觉了。不对呀，你平时酒量比我好，这点酒你就……那我还要问你呢，怎么今天这酒就醉了？醉就醉了吧，啊。那外面出了那么大动静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哦，你不知道啊？哎呦，都闹翻天了，府里边出了一个刺客。刺客？啊，那抓到没有？不知道。哦，对了。你吹灯干什么？啊，这个你听我说，这个屋里边要是没灯啊，就表示屋里边这没人，那个刺客呢，他就不会到屋里边来，这屋啊就不危险了，是吧？哦，对了，待会儿要是有什么动静啊，你呀就往床底下钻。好。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老老实实出来缴械投降！赶紧出来！国舅爷，刺客呢？回国舅爷，刺客被小人围在百花楼之内，插翅难飞。那还不进去抓？回国舅爷，我等在明处，刺客在暗处。什么明处暗处？啊！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养你们装饭桶何用？这，国舅爷息怒，小人这就带人进去搜查。快！跟上！你们去那边，快！
给我各个房间仔细搜。是。走，把他给我抬出去。是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喂，放开我！喂，带我去见我娘！坐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邓教头，什么都没有。教头，楼上没人。邓教头抓来个女的。你说，刺客在哪里？他追着国舅爷出门口去了。刺客长什么模样？身高几尺？是胖是瘦？没看清楚。没看清楚？你要给我老实说。真没看清楚。国舅爷，刺客呢？回国舅爷，刺客追着国舅爷出去以后，就再没回来。他跑不远，肯定还在府中。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挖出来。是。金毛犬赵亮，在。你带领府中所有家丁守住4门和各个要道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不准任何人外出离开。是。南阳虎常达在。催命3郎崔健在。你带领所有人搜查各楼各院，一定不要放过任何一点。是。快去。走。国舅爷，我也出去搜查。是。邓教头啊，你等一下啊，本国就和你一块去啊。你们2个把他给我看好了。是。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？没有。走。搜。走。有没有？没有。继续搜。跟我来。来，找，来，走。属下见过夫人。这么迟了，前面还有人大声呼叫，究竟出了什么事儿？回夫人，有刺客潜入府中。刺客？是，要行刺国舅爷。那国舅爷呢？国舅爷没事，只是刺客还躲在府中，不知在什么地方。奉国舅爷之命，四处搜查，不得放过任何一个地方，惊扰了夫人，还望夫人受罪。这个时候就别讲这些礼节了，捉拿刺客要紧。是，搜。是。开门！谁呀？国舅爷到了。国舅。国舅爷，邓教，这有没有可疑的人来过这里？没有啊，就我们俩，没有人啊。为了防止万一，没有也要搜一搜。走。哎，有人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呀！出来！好，我这就出来，我马上就爬出来了。先把武器扔出来。好的。还有什么？都给我交出来！出来！是我啊，彭王。彭王。国舅爷，国舅爷饶命！哎呦，滚！
别叫了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不知姑娘芳名可叫雅兰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快跟我走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哎，怎么了？腿被绑得麻木了，动不了了。那如何是好？壮士，快离开，不要管我。那贼子正在四处想寻找你呢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不行，我怎么能把你留在这虎狼之地呢？壮士大恩大德，雅兰万分感激。但是雅兰现在举步维艰，更别说高来高往了。壮士留在这里，不但救不了雅兰，反而还会连累你多搭一条性命。哎，别说了，你说你呢？扶他。是。扶稳了啊！是。别耍花样。什么人？刺客！刺客来了！刺客！下来！国舅爷驾到！好一个采花贼，我的姑娘都敢抢。就一个人，谁来把刺客给我拿下？我来！大胆毛贼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崔健、常达，你们两个上！别一个两个的，要来一起来吧。五爷我没工夫陪你们在这玩。五爷，来人可是锦毛署白玉堂白五爷。知道是白五爷驾到，还不快快退下，想白白送死？白玉堂，吴医师，我们国舅爷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
为何夜闯皇亲花园，与我们国舅爷作对？庞玉这个贼子奉旨赈灾，可是他却欺君罔上，欺男霸女，倒卖黄粱，无恶不作，实在是罪大恶极。我这次来陈州，就是来除掉这个贼子，替天下人报仇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啊，你是不是还有兴趣继续听下去啊？赶紧把他给我杀了！国舅爷息怒，稍息片刻。容小人先用话拿他。快点，我最恨啰嗦的人。是。吴义士，你要对付的，不应该是我们国舅爷，应该是开封府包黑子的帮凶，被皇上赐为御猫的展昭才对。我与展昭的恩怨，我自然会了结，用不着你们操心。吴义士想过没有？吴蜀对弈猫，乍从人数上看占优势，但是展昭已经背叛了绿林，投靠了朝廷，随时可以指挥朝廷的千军万马。从实力上看，你们江南吴蜀的实力实在是太小太弱，根本不是对手。即使是千军万马，又能奈我何呢？吴义士豪气可嘉呀，但是江湖武林凭的是实力说话，纵有万丈豪情，没有实力那是没用的。在下倒是有一个好主意，不知吴义士愿意听否？不愿意。在下以为，国舅爷是当朝一品庞太师之子，如果你们和国舅爷能够合作的话，何愁对付不了展昭啊？可以了吧？来，动手。姚一堂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们？不愿意，赶紧放箭吧！弓箭手，准备。住手！庞玉，现在你的儿子在我手里面。什么情况啊？你还我孩子！你还我孩子！快让你那帮狗贼退下！难道真想让我宰了他？退下，先退下！国舅爷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让他们走吧。国舅爷，先稳一下，带小人先说一说。你又说呀？哎呀，快点，别啰嗦。蒙面壮士，请了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壮士虽然蒙面，不以真面目示人，但在下看得出，壮士也是江湖人。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不管怎么说，大人的纷争恩怨，应该由我们大人自己解决。你抓住人家小孩做威胁，实在有悖江湖道义。就是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畜生，有多少老弱贫幼都死在你们手里，还跟我谈江湖道义？见过可笑的，没见过你们这么可笑的。嘴巴锋利，不如刀剑锋利。有本事把孩子放下，咱们刀对刀，枪对枪，大战他300回合。别吓着孩子！我现在根本就不用放下孩子，我可以一手抱着孩子，不出3招之内，如果还不能取你首级，那我立刻弃剑认输。哼，你抓着孩子，我投鼠忌器，怎么出招？那我们可以出去比试啊。哼，我放你走，你就不会再回来了。我这次到陈州，就是要把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畜生都赶尽杀绝。就算你们在我面前磕1000个响头，我也不会放过你们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打什么追皮仗？老爷，快点答应他们救救我们的儿子啊！好，听我说啊，听我说，我要是把你们放，孩子能不能还给我？你以为我跟你们一样，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吗？好，一言为定啊，一言为定。快走！你腿没事吧，现在？可以走，就是还不太利索。你背着他。我背？磨蹭什么呀？你要是背着他，我们早就可以冲出去了。现在还用得着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？好，我背。吹呀，吹呀！
我们已经信守承诺，切不可食言。你们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你们快走！不许过来！站住，别动！追上去，给我杀了他！追啊！快跟上！快！小心！你怎么放下来了？你怎么不背啊？那人来了，上啊！那我去拦人，你背着雅兰快走。别跑！呀！来，姑娘，我们坐看好戏啊！好打啊！没想到他身手还不错。这也叫身手不错。哎，你看看他，出街那么柔和。喂，吃过饭没有啊？好打的，别丢脸啊！不是我说他，你看看，真的是，我觉得他打起架来啊，真的是毫无阳刚之气可言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让我来。愣着干什么？白养你们了！上啊！上！上啊！保护国舅爷，快撤！白玉堂，你背雅兰。啊，你快点，是不是男人啊？走。好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给我追！追人就杀了他！追！快杀了他，上黄金千两！